台湾大碗巴周年庆10月26号到11月14号登场，这次同款这次直接促销优惠，运动鞋啊、外套、内衫等日常用品拢俗俗啊卖。另外，伫前4天热卖化妆品品牌全部拢有拍折。那我们在这次化妆品部分推出2000送200，那1万再首12日再多送500，我想这是市场上最优惠的，包括我们的信用卡，还有我们的 HG Pay 整个部分回馈最高到达21%。我想化妆品这时候来买绝对划算。另外，前12天百货好色累计消费满5000块也会当送600，还有高消费者嘛，累计消费满5万加送800，大家电消费满13000，保健器材消费满5000送600，买愈多送愈多。另外，我们为了提升更多优质的服务购物环境，所以我们这次针对我们的2楼跟3楼做一个全面的改装所以欢迎各位来宾有空可以到大依然大圆柏来参观选购，尤其在周年庆这段时间来买绝对非常的划算。台南大碗爸表示，馆内改装了后，唔但业绩大幅成长，明年第1季知名餐厅生活家己品牌也将进驻。最近也会针对美食街进行品牌调整，相信到时将带动一波消费人潮。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